家仍然係選舉期間咧，所有嘅有報名參選嘅人士咧，除非吳克儉同埋胡紅玉啦，不過咧仲係邀請之中。咁啊，邀請之中嘅朋友仲有一大串，我就唔一細講啦。咁啊，到咗現場，佢幾時呢啲朋友幾時到場，我哋幾時揀嘅黃之鋒係學民思潮嘅人，知唔知㗎？事實上證明咧，事實上咧就係出到嚟嘅咧，就係一個唔係好平衡嘅一個論壇。原因就係有朋友唔肯嚟。咁喺唔肯嚟嘅情況之下，有一次咧唔知做咩事喎，咁啊廣府就有成大串名單都喺預約之中嘅，不一一介紹啦。咁就首先介紹下喺我旁邊嘅就黃之鋒同學係學民思潮嘅召集人。同政府之間就一路僵持啦，咁所以我會睇嗰個即係所謂嘅撕裂，其實係政府一路企喺市民大眾嘅對立面。如果佢願意撤回課程嘅話咧，咁根本所有嘅問題就可以即係重新開始啦。跟住講全香港只有1成幾嘅市民係支持政府9月2日進行國民教育科試期。咁討論溫政都係屬於當國民教育科呢一個科目仍然即係呢一個嘅教育政策仍然。因為話俾你聽，做老師嘅只有教人哋明理嘅啫，冇理由話反對。咁你反唔反對教會學校有呢個聖經度啊？認知自己嘅身份，冇理由反對嘅。解數啦，你得都有講嘅。嗱，我希望大家幫手，就係對方講嘅時候，你對佢講；你講嘅時候，佢要。上三個講者，我哋咧我係教評會嘅，張耀都係教協會嘅。黃之鋒係學民思潮，我哋3個咧都係好，唔該晒。對立係你哋搞出嚟嘅。第二位俾個咪佢。第二排第二位係冇錯。請你講，有好多意見嘅。係啊，呢個國民教育咧，全世界都有嘅。點解喺香港私人呢個國民教育，你哋咁大反對咧？尤其你呢個小朋友，你知道有幾多嘢啊？你又識得叫人哋伯伯，我知道你又識好識尊重人哋，但係人哋去探望你，你都用翻個誠懇嘅態度回應翻人哋啊！唔好又雙手合十又叩頭，呢個係不禮貌同埋唔公義嘅。人哋向你伸出呢個友誼之手咧，你就應該伸翻隻手出嚟，同人哋對等去，大家溝通啲。係好差嘅，我話俾你聽，我都係60幾歲嘅人，我都好多小朋友，希望咧你都做翻你小朋友嘅本分，唔好搞呢啲嘢。正題去討論呢個國民教育咧，全世界都會歡迎你嘅。好，唔該晒，好多謝你。不如我哋又揾阿之鋒啊講有咩特首同你握手，你又同人哋高。講到國民教育，頭先之鋒提到呢個少數族裔，我想再提出去指出一點，香港唔係淨係華人，香港社會係多元民族。多元民族之餘，仲有一樣嘢，7月5號，黃岸然寫過，香港係仲有一班南洋華裔嘅後人，呢班人係曾經俾共產黨出賣過，你叫呢班人點樣去認同？最後一點，新界。認同我哋要理性和平討論啊！
日軍組織所有教會嘅力量，一個進行一國際陰謀性嘅所謂國民教育呢個長久嘅階段。實際上佢所謂洗腦咧，佢哋的而且確咧真係進行緊的而100%嘅洗腦教育啊！點解而家政府冇話唔俾你哋聽㗎嘛？冇話唔俾你改啊嘛？點解你哋唔加入喎？加入又話阿豬阿哥，咁你哋又話自認自己翻過內地睇過，你認為國民教育講嘅現象嗰啲嘢啱唔啱？現象啲嘢啊，你唔好揾劉曉龍出嚟講，唔好劉曉波出嚟講，嗰啲我哋國家認為佢嘅行為有問題嘅啊，你唔好揾啲咁嘅人嚟講。國家而家係咪養緊10億人、13億人？好，啲老師答好嘛？咁啊，叫你講啦。講句啊，嚇講講，好啦，俾定個咪佢，一開波啊，舉翻嚟先。係後邊嗰個，後邊個。喂，企前啲啊喂，企前啲，企前啲。支持國民教育。好啊，陣間先嚇，陣間先。一翻嚟咧就係後邊企喺中間嗰個朋友，好30秒。影相嘅朋友仲把握啊，仲有10秒。我咧就覺得咧，就我哋香港市民咧應該有得選擇，就唔應該啦，好似呢位阿黃生咁樣講咧，就話咧就要一刀切。我哋咧就要，譬如你要食豬扒，咁你又唔中意，你唔中意食豬扒，你唔能夠話叫市場唔准賣。咁我哋咧就一定要有人要有需求，我嘅仔女咧，我嘅仔女咧要有即係國民教育。咁但係咧，譬如咧我自己本人啊，讀咗天主教學校咧，讀咗11年啊，但係我自己五兄弟姊妹咧都冇信教。但係咧，我身邊嘅同學咧，超過有一半都冇信教。點樣叫做洗腦咧？你成日都話洗腦，成日都話洗腦。咁譬如好似阿陶傑咁樣，佢爸爸係一個左派機構嘅高層嘅負責人，佢自己喺葡萄學校讀書，咁都洗佢唔到腦啦。阿劉瑞兆啊，洗唔到腦。大陸嗰啲人維權嗰啲人都洗佢唔到腦。即係我希望咧，你唔好夾硬講話咧，要洗腦教學。我哋咧香港人，我哋嘅仔女咧，我哋都要有國民教育。好。各位前輩，你哋好，你哋都係大是大非咧，都係關心我哋啲指責嘅。咁我有2條問題想問我嘅同學。我曾經係全職，而家唔敢全職嘅教師。第一，我覺得老師冇資源去決定，因為成件事咧，我贊成先生所講，我希望有選擇，我唔相信多數服從少數嘅民主。葉望同學。特首有冇問候過你？呢個係誠信問題，你要公開交代俾我聽，點為之問候你？地理經工咧，其實係自己綜合科自己做一個校本教材，切合嘅學生嘅需要。咁所以即係我會覺得課程呢個已經係其中。你講8年已經係傾㗎啦，點解你哋唔傾啦？係咪冇收到咪千幾真啊？黃之鋒，翻去食飯啦，阿仔，阿仔啊，黃之鋒，你唔好俾人利用啊，翻去食飯啦，阿仔，阿仔，走狗，漢奸走狗，漢奸走狗養個垃圾，漢奸走狗佢哋嘅香港，漢奸走狗，漢奸走狗，漢奸走狗養個後代，禽獸不如嘅人。小心開車啊！小心開車啊！好，睇車，小心。